好，亲爱兄弟，咱陪伴咱的心来会前的吟诗甲祈祷。咱第4礼拜固定是用新圣诗，请咱应该拢知影，只不过是袂记你讲今仔日已经是第4礼拜，咱请换新圣诗，咱来吟330首，主听阮祈祷。用祈祷的心来进入咱的礼拜，感谢主赏赐咱遮尔好的天气。新圣诗330首。来，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赏赐阮平安。这条是咱祈祷了，常常在唱的吼。咱伫新圣诗329首应该是这首才对吼。329首329首，主听阮祈祷这条是咱要学新的这个祈祷的歌吼。音乐老师329，这个顶悬迄首有无？329。顶悬迄首有听阮祈祷，听阮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好，预备来。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咱看这个新圣诗咱唔通一直看这个投影幕投影幕这条看唔到是329。总是这个歌词真简单，咱唔免看歌词嘛袂要紧你着心内甲主讲，主你听我的祈祷，我要用心灵诚实来对你求讨咱做伙搁唱一解。来。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最后一次来，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
无需要请咱即时来为着世界和平来祈祷。咱伫今日遮尔好的天气中来敬拜，总是伫乌克兰这个国家，因是乌云大雾，受到战争、惊吓、死亡。求主帮助阮来为着因来祈祷，来求和平。咱只是用恭敬的心，咱来为乌克兰这个国家人民来祈祷。至圣的主，你是和平的上帝，毋是战争的上帝。主，你爱阮诚做和平的囝儿，来促进和平。主，伫即个动荡不安，特别受到战争捆绑、惊吓、家庭破碎，面对亲人的分离，甚至死亡。主，求你来怜悯乌克兰所有受苦难中的百姓。你也互国际、互联合国、互真济欧洲、美国有气力、有影响力的这政治人物，来承担因的责任，伫上主的面前勇敢来为公平、为正义来出声。主，你伸出你大权力的手骨，来阻挡一切暴力，无合伫你心意的。主啊，你来压制经斩断枪。互世界成做你的国，主啊，愿期待看见这个战事会当歇过一个段落。主，愿恳求你耳康来听阮的祈祷，愿用心灵诚实的心来滚挖你，来亲近你，来求告你。主，你讲求就互恁。找就找到，拍门要甲阮开。主啊，恳求你照阮的心，照你的意思来行。咱搁来吟一条咱今日要吟的回应诗，新圣诗535首，福音正声第大坛。请咱献开新圣诗535首。愿主的福音传到正海甲正山，咱就爱担这个责任，传播得救欢喜的好消息。今日也是文理事工，借着广播社而且文理福音的种子，也伫台湾的土地。好，咱来吟第一节。来。福音正声地大坛，传到正海甲正山，传播地球欢喜消息，白白受死你甲我，上帝上土是行，受死世间万万人。信靠救主无论啥人，为地永远我分担。福音节时代，传到正海甲正山。福音节地代，无好气好你甲我。第二站来，福音正声要地单，应该谨慎随意听，
若无反悔要在眼前，阮当拄着大惊吓，逃走无全生命，无伫晓伫之所在，无伫外头，无伫看后。行了拄着大灾害，好阴间时代，传到情海甲情山，好阴间时代，保护气候你甲我。愿主的福音对咱的这个敬拜咱的福音精声，咱也用这个社区来报传主恩典的话。咱只是用405首主上帝早起时你听我的声来进入咱的礼拜。新圣诗405首来。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拜礼，我会记得，望你兴我。我要离你的圣殿，照亮你极大的仁慈，我心坚强，心坚强，我要伫你的圣殿敬拜你。我要伫你的圣殿敬拜你。咱礼拜时间已经到，搁一届提醒兄弟，甲咱的行动电话来做关机。
既然互上帝默示的经，也有利益伫教示、伫执读，互人归正，引带人学义理，互服侍上帝的人练达，便便来行朗总的好事。所以来吟圣诗、新圣诗292首，圣哉，圣哉，圣哉！请咱起立来吟。圣哉，圣哉，圣哉！我心恳心来尊重，我心尽在对你吟讲，提醒我的主。圣哉，圣哉，圣哉！我心恳心来尊重，我心尽在对你吟讲，提醒我的主。请咱有缘徛咧，咱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四道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改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再来交托启应文新圣诗后面启应文第1篇。启应文第1篇，我来启，请兄弟来印。以色列啦，着注意听，互恁通照上主恁的主的上帝的应允。以色列啦，着注意听。这声，恁着专心、专情、专力听上主恁的上帝。我今仔日命令恁，这个话着记伫恁心内。无论伫厝内坐，伫路里行，搁着别伫手里做记号。就写伫厝的门徛，咱做仰头来祈祷。阮伫天地的爸，阮感谢你，感谢你，互地球四季轮转。伫寒冷的冬天了后，赏赐阮渐渐温暖的春天。嘛伫阮报仇的时，阮需要水的时，伫赏赐春雨，润泽田园土地，互地生美牛，土产济济，养饲阮正人。感谢你，伫武汉肺炎影响全人类这2年以来，你赏赐阮台湾相对安定、平安的工作环境。甲人民自由生活的品质，但阮已经看见疫情慢慢有受到控制，相信伫无偌久的将来，阮会当阁过着甲较早同款的生活。除了感谢你享受这日常生活的平安甲富裕，阮更较感谢的
是你为阮备办的救恩，甲将来永远活的应允。为着人类的罪，你赐落圣囝耶稣降世做人，为阮牺牲钉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拯救阮有罪的人，互阮甲上帝和好，堪得阁称做上帝的囝儿。感谢你通过圣神的默示，伫历代先知使徒的手中，用文字留落你的话语，借着这本圣经，互阮通认捌你。通过圣经的启示，阮才知你是上帝，你的疼有哪哩大。今仔日是文字事工奉献主日，阮知文字的力量是真大的。当阮要将福音讲传的时，阮要互一个人信主的时，圣经也是这传播信息的册，也是报纸刊物，拢是真重要的工具。几千年来，圣神借着文字留落的启示，咱嘛是用文字互福音搁较广传。恳求上帝，互阮打了后会重视文字的事工，为着文字事工来奉献甲代祷。我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就是阮平安。阿门。这歌对摇落，伊要吟的诗是一步一步。
咱做来看一位圣经，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汉字本第132面。约翰福音20章30节。耶稣伫学生的面前，阁有行做新约，无记伫即本册的。独独记伫遮个，互恁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信就伫伊的名得着活。以上。行在，行在，行在，我心恳心来尊重，我心浸在你因公，殷勤我的主。行在，行在，行在，我心恳心来尊重，我心浸在对你因公，提醒我的主。今仔日是文字事工奉献主日。公报社有派陈金生董事吼，嘛是咱前中央中学的校长陈金生校长来做讲道吼。伊今日要讲的题目是文字中的生命。弟兄姐大家平安。感谢林牧师甲咱董事会吼教会。接落广播社来遮甲各位请安。今仔日是文字事工的纪念主日照讲是提早提前，应该是拢伫7月互咱教会安排即个今仔日所以我今仔伫遮代表广播社甲各位谢道社过去对广播社的支持将来希望继续支持咱的文字事工。咱咧讲文字事工的时阵咱知影讲人类是唯一会晓用文字的动物，植物当然无算你讲敢有影？你想看卖倒一种动物会晓写字？有无？无会敢若奇怪，敢若人类人之异于禽兽无共款的所在，抑佫真侪项啦有人讲人甲动物无共款的所在是啥？人会笑，动物袂笑。有人甲我讲：“老师唔对呢，阮兜的狗会笑呢。”我讲你笑我看卖。你看过狗笑吗？没有，只有卡通影片有啦。人类还有特别的是啥？有文字。种其他的动物安怎沟通？安怎沟通？安怎讲话？伊无文字要安怎讲话？讲话会当讲的，会当讲。因咧交谈就是讲话尔。讲了安怎？咱嘛唔知我还记得我一个朋友过去伫研究鸟逐早去拢去讲录音，录去鸟仔声发现一个啥？一个真趣味的代志。每一只鸟讲出来后壁迄句会拢共款。我要发现讲这是每一只鸟的特色。敢若啥？咱咧播报新闻的时讲以上新闻是由李艳秋播报迄句。这只鸟叫李艳秋，迄只叫做张小燕，咱共款。到底你讲啥？咱唔知影还佫伫研究中古早我伫东海大学教册的时阵一个欧保罗教授，咱咧传教士伊专门伫研究迄个青蛙会叫声录音起来，分析伊迄个音频，了解讲因伫讲啥。动物咧沟通，甲咱无共款，总是人类呢，除了用讲话以外。咱个人用文字，所以文字以外，尾还佫发明这个印刷术讲是咱中国人发明的啦所以这个知识的传播愈来愈进步。早期咱伫讲台顶头讲这个上帝的信息的时候敢才敢若咱今仔讲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听了呢，拢是外口教会外面的人
成千上万啊，无法度听到咱的声，总是文字会当突破这个时间、空间的这个阻碍啊。这样的文字透过这个报纸、杂志，还是讲这个书籍哈，咱的册单章啊，将上帝福音传到各所在去啊。所以文字啊，无孔不入啊，这是文字时间的这个功效。当然，即卖科技发展啦、发达啦，即卖开始有啥？有这个网络啦、多媒体啦，有这个力量更较大。总是无论是网络还是多媒体 ，FB 啦、Line 啦，什么元宇宙啦，拢是安怎？文字的转型，拢是文字的运用同款，所以脱离不了文字。将来有一天我唔知影，最近的学生少年较不爱看册字嘛拢较袂晓写较袂晓写。我嘛同款啦因为拍电脑拍惯是足侪伊拢袂晓写我今日写作文讲，今天出门踩到牛大便，出了1斤，讲食1斤啦出了1斤错别字一大堆将来有一天，最近的少年嘛开始安怎，较不爱看杂志看迄个字真济的文章。我嘛负责一个杂志叫《新书架》杂志新书的杂志。老实讲，内底文章足好的总是安怎？有当读了较定啦即嘛老较不爱安尼看较认真我第一批拢看啥呢？看漫画，世界漫画足好看发现讲即嘛少年拢毋是干那画漫画了呢，看单一格叫做梗图啦刚才一个梗图出来，即嘛足侪这政治人物拢有小编梗图出来，大家看图就知影。以后可能大家干会晓看图啦，袂晓看字这是咱爱烦恼的所在好。总是呢，这个耶稣的时代，伊的教是啥？用口头的，咱讲口头传播伊讲口语传播口语传播是真好。耶稣对这个大众的演讲惊真侪信者拢是用嘴讲还是讲用行为呢？总是耶稣就天以后咧，使徒要宣扬见证。拢是啥？用口语传播做工具。耶稣家己毋捌留过半字的字耶稣家己无写册。耶稣的故事拢是学生写出来。口语传播有真侪好处啦咱讲伊啥？生动活泼这个多样性因时因地，拢会当因时因地制宜拄好我一直听圣歌队唱歌的时候真好听。我若目睭刻去听是一种的感觉，我直接干那看因圣歌队看袂到，干那看到只会伫比的时候感觉另外一种情境感觉讲听到声咱的机会比较较好的也是很有表情就觉得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感觉比较立体了所以文字有一寡好处文字有一寡好处，总是呢文字呢嘛有一寡缺点，就是讲你有局限性。保罗伫讲道的时阵，迄个时代人听会到呢，咱即马听袂到迄当时无录音机有时间性，讲过都无去迄嘛是时间艺术。刚才唱歌共款，唱过都无去咱看袂到。甲美术无共款，美术图画落来，咱看会到。古早人你讲古早讲卡洛索迄个足有名迄个男高音，一唱唱的过去所以有时间性。过来呢？口语的传播比较会有误导性，有当时听到无清楚的时候，误解去我过去大学毕业时，我头一个工作是伫叫做啥呢？台湾省疟疾研究所，马拉利亚研究所，台湾即嘛无疟疾研究所。因为我讲话较紧，还佫台湾国语。人问讲你创啥？我定下讲我以前毕业时伫疟疾研究所讲几波。有一天，阮太太同事伫边仔听，甲问讲。疟疾还要研究吗？所以这就是误解啦误解。有一个可能是广东人的牧师你第一天讲道是讲耶稣有12个馒头，耶稣有12粒馒头没办法。你讲啥？12个门徒嘛你讲门徒要枪毙，为什么要枪毙？门徒要谦卑啦这古早咱的迄个蒋介石总统嘛，定来讲这句伊的部下来随报告代志时，也袂爽，就讲枪毙我大家惊到要死。
古早总统讲枪毙就枪毙啊呢，我才搞清楚他讲的是强辩，啊强辩跟枪毙差真济哈，所以口语传播有当时会的，真济无共款的这个误解哈。我以前伫辅导学生的时候吼，有一个青年吼，伊尾吼初信吼，毋捌来教会，啊尾定定来教会做礼拜，啊到有一天讲要洗礼，我就洗礼煞以后吼，伊才吼，才问我就讲，陈老师，啊咱教会定定讲三甲来祈祷，到底是倒三个甲做伙？啊，伊讲是毋是圣父、圣子、圣神吼，三个甲做伙来祈祷吼？伊听无三甲祈祷什么意思啊？因为咱教会内咧讲的拢足古典的台语啦吼，啊所以这就是叫啥口语的误传吼。啊当然咱长老教会最近学生青年较无爱来教会是啥？真济问题是讲，我问学生讲你若无去做礼拜，伊讲，咱牧师吼，私下讲话我拢听有咧吼，啊去台顶讲我拢听无咧。咱台顶讲的是啥？100年前的台语啊，哦，感谢主，最近咱已经有出版新的现代文的这个台语吼。咱听较有啦吼，过去的翻译吼，下翻译甲即卖翻译拢无共款。古早定定你讲脊椎是啥物人？脊椎是我的厝边吼，脊椎少年听无啦吼。啊，圣神亲像钱啊，伊嘛听无啦。啊，讲几波圣神亲像钱啊，什么意思？讲圣灵好像鸽子，讲啊，你就写讲圣灵好像豚鸟，这样看得懂啦吼。啊，所以最近咱的新翻译的圣经，台语的圣经，你若有趣味，咱会当去看卖啊吼。文字有当时若用讲的会误解，啊，咱的圣经拢照安尼写出来吼。比如讲要亲嘴问安，啊，亲嘴问安的时阵，台语变哪翻？哦，会惊会误解，因为文化背景无共款，所以即卖新的台语圣经就翻做啥呢？爱亲切的请安，互相亲切的请安，啊，亲切甲亲嘴其实无共款啦，总是意思是共款啦。所以这个口语有当会误传，失去原来的这个意思啊，所以。马可就根据这个，马可就根据这个迄当时会进行记录落来吼，根据这个彼得甲当时的教会的口传吼，写作马可福音，这是上早的头一部福音。然后呢，路加嘛根据马可福音甲其他的来源写路加福音。所以路加福音咧，伊讲讲啥？我已经对起头详细查考拢总的书，就想到照特殊写因来，互恁会体会许多代人吼，互恁知所学习的的确确啊，这是的确实吼，这是路加写的福音讲，路加是照安尼写，路加是一个医生，伊照写这路加福音是照这个次序哦来写。刷的是约翰，使徒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甲头前3本福音无共款，伊是主要是解说福音哦。伊讲为着这个事最干净来写因的人，就是这个学生。故咱知伊的干净是真的，耶稣所行要做项。那随一项来写，我拍算所记的册世间底未了啊，这是约翰福音写。所以这福音书呢，迄当时啥？根据迄当时的记录、口传听到的记落来，记起来。所以咱讲耶稣的生平，干那这个四福音内底啊，头前3本，咱讲做这个记录这个故事，总是约翰福音是伫解说福音。保罗有一遍要去罗马。想要到罗马的这个信徒来分享上帝的信息，总是安怎？圣经写讲有阻挡，但什么阻挡咱唔知哈，伊无法度去，可能唔是拄着 COVID-19 啊，反正就别当去哈。所以呢，想着讲既然别当去，就用书信写批来表达。所以伫罗马书1章内底有写记载这个代志。虽然保罗别当去罗马，但是借着这个文字，将上帝的这个信息带到罗马去。所以甲人讲。人袂当去，总是安怎？文字会当去，所以写罗马书。另外呢，保罗尾真济时阵无法度安怎？无法度去到迄个所在，尤其是啥？保罗互关监的时阵，伊写到这个
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腓利门提摩太、后书这5本啊，佫是希伯来书检查嘛是伊写的拢是叫做狱中书简伫监狱内底写的，伫监狱内面你袂当出去，总是伊会当写最近嘛真侪人出国转来爱关14天，关14天有个人就伫内底写文章每天写日记将来嘛会当出版这是文字的时间，咱会当讲保罗是啥？若无保罗写的这个书信，检查咱的圣经减一半去咱嘛较好读当时咱来知影讲，这个保罗这个书信，也是讲古早使徒写的这个福音书若无因写咱无法度了解啥，咱无法度了解这个耶稣基督。咱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互咱因为安尼得到性命。所以感谢这个将话语变作文字的这个工作者。现代社会内面，这个大众传播的这个种类愈来愈侪但是基本上都是靠文字，还是讲文字的变形来帮咱。上帝过了变要求咱将伊的命令用文字传去上早的时阵古约时代耶稣上帝颁布这个10条诫开始，文字的力量就出来文字上，上帝10条诫就借着文字，互咱了解。当然中间真侪问题尾当摩西发现讲这个百姓背个上帝的旨意的时阵去拜迄个金牛的时阵所以生气就将这个石板甲摔落去但是上帝讲，你去伫因的面前将这个话写伫这个牌里记伫册里，留伫后代到永远。所以第2遍同款摩西安怎来写上帝10条诫？你会当发现讲摩西是头一个对云端当落文章下来的前辈对吧？我即摆在想这个问题呢，即摆讲internet 偌厉害，拄偌厉害，想来想去，圣经早就有呢。摩西就是种云端当落，对吧？咱即摆讲 email 足厉害，哪有厉害 ？email 还有 WiFi 的，咱过去甲上帝祈祷的时阵，直接甲上帝讲，阿门，就是 send 出去想来想去，这圣经早就有咱拢有所以摩西是最早从云端下载档案的人。这个是很厉害所以高科技没有什么了不起你网络看到一个文章伊讲有一个人青面的人，在道路边你讲乞食啦，做乞食伫分边一个牌讲我是青面人，请帮衬我。真正对遐行过安怎？无人甲看，无人插伊。当时尾有一个人呢经过以后呢，将伊牌甲变过来，介绍做啥？讲这是足水的一天总是我看袂到西洋人这款的咱表达咱唔知有感动，我唔知但是外国人有感动着所以下骹真侪人就落钱甲帮衬即是讲文字若写了好的时阵呢，会当引起人的共鸣这叫做文字的力量所以因为讲 change your world。Change your world 改变你的文字，改变你的世界。文字时间的重要性因为文字时间的重要性所以马雅各牧师呢，咱头一个宣教师1880年时对英国关一台这个印刷机到台湾，当时印刷机到台湾的时候无人会晓用，所以呢，迄当时一个巴克利牧师呢，伊利用休假等去英国的时候开始去学安怎排字、安怎排版、安怎印刷。所以这是台湾有史以来头一台印刷机即么这个印刷机放伫教会公报社内面伫遐展览这个原来过去是伫中原中华史料馆公报社有2台是复刻版咱去体验，咱若有时间欢迎来公报社台南的这个教会公报社，会当在体验，你要印啥拢会使所以有了这个印刷机以后呢，1885年巴克利牧师发行这个台湾府城教会报道，即卖教会公布
而且台湾有史以来头一份报纸啊，台湾最早的报纸，即马还佫伫出版啊，就是咱的教会公报社的前身啊。所以到当已经有137年了咱看教会公报社的历史1885年创刊府城教会报，1892年改做台南府城教会报，1906年改做台南教会报，1913年改做台湾教会报，1930年改做教会公报中间头前拢是用罗马字发行到1970年的时候改做中文汉字版所以这是早期这个正边这边是巴克利牧师翻译的圣经一边是这个台湾台湾府城教会报这个头一期的记录咱真完全的这个台湾教会报到即卖还佫真完全的保存。所以台湾研究台湾的历史早期的时候拢有文字记录来。早期台湾还佫无报纸的时候教会报是头一份用罗马字写。所以巴克利牧师另外一个贡献就是讲，伊发现讲教会若要兴旺，信徒都爱读圣经。总是呢，伊发现真侪人袂晓读圣经，要教因汉字无啥可能啦教汉字这个字太侪，所以呢，伊引进这罗马字所以1913年的时候，伊64岁开始翻译圣经，到1916年完成新约，1930年完成旧约所以拢总有10几年来翻译这新圣经。总是以后送去上海要去印刷的时候，因为战争，我拖到1933年头一本这个圣经在圣诞节的时候运到台湾。这个时阵巴克利牧师84岁对50几岁放假出版84岁巴克利牧师今年应该173岁咱真正少年伊过去对台湾贡献嘛，应该来珍惜伊所创刊的这个教会公报。另外一位牧师嘛是特别爱纪念，就是甘威廉牧师伊是1871年的时候，受英国的这个长老教会来台湾宣教。台湾住46冬，伊的脚者大概是咱中部较唔捌大甲溪以南到澎湖伊设各种的教会，中间呢，伊改伫北湖迄个眼前头前拄着啥？拄着一个来蒙道里的一个盲包叫做文王文王是头一个青美人的宣教师啦就发现讲，因为这个文王伊得着着迄当时的这个咱讲教头啦乌道叫目睭去用乌去，发现讲真侪人拢去用目睭乌去所以伊想到啥？想讲应该安怎爱教因点字的圣经，所以1887年的时候，因为募到一寡资金这个500磅的这个英镑开始安怎开始这个研究本来用这个叫做碰字册凸字的碰字册。尾嘛引进这个点字的圣经所以来帮咱这青美的人。所以去年是这个甘威廉牧师过身150年的纪念总是咱拄拄过年的咱继续会当去纪念1891年的时候，成立台湾头一间青美人的学校叫做训诂堂叫做青美学所以即嘛台南的许聪学校的前身。翻译这点字圣经点字版的，比如讲马太福音啦，还是讲这个妙主问答等等这册做福音的这个材料，过去真侪青美人无机会读册干那用听的，当时怎会当用点字点字我也袂晓点的当时这个甘威廉牧师在台湾头一间青美学用文字。来传福音所以甘威廉牧师伊留下真侪这个文字的时间譬如讲这个下门音的字典，咱叫做甘字典甘威廉牧师，我捌看过迄本一摆我去温哥华拄着林宗义教授林茂生教授的
的囝林宗义教授，伊留一本叫做《下门音》的字典吼，内底吼每一个下门音拢有汉字哦。我讲哦，这实在是真宝贝吼，因为足侪台湾咱讲无字，其实拢有字啦吼，拢有字。啊，咱即么看的台湾字吼，你来看卡拉 OK 拢黑白写、凊彩写的吼。啊，迄实在是对待台湾的这个文化吼，真拍算吼。所以我伫遐看到这下门音的字典，即么有汉字吼。啊，有一寡是素描福尔摩沙吼，这本册咱有甲再版吼，你公布社买会着吼。你过去你记载早时台湾的一寡历史、一寡代志吼，啊，讲起来是真第一手资料，第一手资料。所以，侪人透过文字改变人的性命哦。所以，约翰写到福音书的目的就是讲哦，独独记者互恁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信就伫伊的名得着活吼。人讲得着生命吼，这个北京人讲得着生命得着活吼。文字内面有活命，有生命。咱读册时，毋是干那看字，看内面代表的意义，代表的生命。总是咱即马公布下170几年吼，拄着的问题，头前是啥？这个。人才真少，电话真少，经费嘛真少。啊，电话是啥？读者太少了哈。安怎讲读者太少？啊，最近有人做一摆调查哈，2019年的调查哈，40%的这个受访者来讲，一年拢毋捌看过册。啊，65%的人呢，规年毋捌买册。咱若台湾，咱假设讲咱台湾100万基督徒。敢若有4万人伫看册啦呢，啊，所以无怪，这个最近10年内底吼，有人统计讲台湾关几间书店、册店吼，400间，甚至上本来销售上好的叫做《苹果日报》吼，嘛关起来啊，无文字版，就剩网络版啦呢吼。所以你想看卖吼，若有4万的看册的基督徒，若讲。教科书甲扣掉，圣经甲看掉，真正看数量的册有几个？唔知啊。所以有当下咱可以问一下吗？你今天读书了吗？你今年读几本书？咱教会也佫较好啦吼。咱教会有当下，咱广播社有出版这个《每日新眼光》哦，加减会看吼，还是讲每周新眼光加减会看哦。啊，咱的啥？咱的更新周报吼。基督徒靠机会你看，啊，其他人咧，拢共读一本册来呢，叫啥？脸书嘛，啊，每天只有看脸书就够了，其他都不用看了哦。所以，当然，遐个无买册、无看册的人咧，因毋是无你看，伊拢看啥？看替代性的产品啦，比如讲网络新闻、数位的书籍哈、数位杂志，还是讲影音哈，对吧？即嘛真正等于就是啥？开咧看电视新闻啦，即报纸无人登，看电视新闻都够啊。啊，我咱台湾嘛真出名的吼，10台新闻台吼，内容都一样，啊，那有需要10台啊？啊，当然立场不同款啦，有的是哪，有的是那个吼，总是一个嘛2种啦呢吼。啊，真侪人咧新闻无爱看，等于就看 Netflix 吼，看电影啦吼。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安怎？真正问题，大家拢无想要哈，了时间去看册。咁么讲哦，很忙碌啦，很忙，唔知你无用上哦，啊，不想花时间阅读，阅读的时候咱会当去思考哦。安尼看电影，有当看电影看到就水袂记哩啊。我定定吼，这电影吼，看过这出敢若看过啊，敢若毋捌看过，那个看到尾个，看到结束才讲啊，这出我看过啊。啊，所以对我来讲足简单的吼，这出电影吼，我看3遍4遍我拢毋知我看过啊吼，无你用脑筋。咱读册的时候，咱会当用脑筋。当然，咱的信仰唔是安尼，咱的信仰你若讲来听过吼，啊，有当时讲礼拜四吼，啊，就看 Good TV 啦吼，啊，听来听去听煞就真拄好啊，信仰变得什么空洞化，没有深度，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啥？新媒体的影响，新的媒体当然有啥？除了文字以外，有影像，有声光刺激啊，变做一个新的趋势。所以传录音较生动活泼，会当永久保存啊。
有各种的优点，总是嘛有真侪问题吼。照一个统计讲吼，2018年的时候，全球150个国家来调查吼，台湾人一天咧看手机啊是啥？3点钟22分啦，平均吼，有4点钟17分伫电脑上网，所以咱一天有7小时39分做网民啦吼，这毋是国民，即摆拢网民啦吼。所以咱世界排名第13个，第13名啦。啊，你会想讲，恁知影第一名，世界排名第一名对一个国家，你知无？每天上网的印度，印度人嘛食饱真闲，敢若你看手机啊、看电视、看手机、看电脑吼。亚洲第一名是菲律宾吼，10小时2分钟，菲律宾人嘛毋知你创啥吼，敢若上网就好啊，足无用的哈。亚洲最后一名是啥？你想袂到，是日本。日本人吼，干了3小时45分钟，东南亚伊是最少的。到底安尼是进步啊退步，咱毋知。咱7小时，日本人3小时，啊，咱敢有偏较进步，我嘛毋知啊。咱足侪时间伫网络顶来创啊，大部分拢是浪费啦。哦，网络上面也有很多垃圾，总是我们乐此不疲啊，很奇怪。所以，渐渐咱少年的一代吼，会安怎？会改变咱的这个阅读的习惯啊！最近嘛，我拄仔咧讲什么迷音啦、梗图啦，迷音你们知不听过吗？各位有没有听过迷音？听过吗？森哥队这边咪咪哈，迷音没有听过？你快要跟不上时代了。阮顶期的新书架杂志有介绍什么叫做迷音哈？即嘛少年的你流行啥咱唔知影吼。梗图我听过啦吼，梗图知道吧？画一个图出来啊，你就可以各种不同的解释哈，各自表述哈。即嘛少年流行这啦，简单几句话哦，就表达真侪意思。简单一个图就表示，就讲文字无需要啊，但是这是真危险的代志。总是台湾的地区吼，咱的人数基督徒的人数是啥？2005年的时总人口的6.5%啦。2001年的时是2.74%，所以15年中间增加3.79%，15年基督徒增加3.79%。当然，这比咱的迄个定存较好啦啊。总是有94%的人还未信主，这个人咱要安怎甲因传福音？我想文字书讲是真要紧，文字书讲是更较有效率的方法。所以过去。咱广播社哦，透过这个文字的时间吼，比如讲更新1年有15万份，每一期有15万份吼。你知影咱的更新月刊，咱的教会应该拢有啦吼。礼拜咱的就本来就约一个更新吼，毋那干那咱教会安尼吼，足侪外教派的嘛，伫甲咱拖更新。我一家伫台北车头吼，看到派一个北部写我是罪人的吼，叫个本话是更新哦，我嘛刷一个，哪里本更新啊？就表示讲，咱的更新的啦，这个读者群哦，真快哦，总是这是拢免费的哦。咱的新安讲，咱一期发行这个45000份，伫咱教会内边使用，嘛是免费哦。因为咱毋是讲爱有钱爱订的，咱才要互看。福音是免钱的，所以咱用免费公布，咱的教会公布嘛免费啊。所以这是咱的策略啊，对付这个。网络媒体的时阵，咱需要安怎做什么款的对策吼？所以咱逐渐将付费改做免费，因为网络拢免钱的。网络免钱的时候，网络有足侪广告，伊的收入很好。你若说一个网红的时候，你的收入不可想象。但是咱广播社毋是网红无法度较侪这个收费，所以爱靠方言。除了这以外，即嘛少年啦，习惯看。网络，咱知影市场伫倒位啊，所以咱成立一个叫做 TCNN 新闻网。咱知影美国 CNN 真有名对无？你加一个 T 就是台湾的 CNN， 就是咱是啥？台湾 Church News Network 啊 ，TCNN 记好 TCNN 是啥呢？你上去可以看到即时新闻。你免讲一礼拜过以后，再看到广播社的新闻迄伤慢啊！你逐工看，伊逐工拢有新的消息会当更新啊。所以，咱的这个每日新年光嘛是同款，
咱的更新嘛是共款，咱同时拢有出版社、网络版、甲纸本的这个纸本的这个出版哦。所以你要看《每日新眼光》，你嘛会当上网手机啊看《每日新眼光》，逐工拢有哦。你就无需要讲来教会未记早转去，赶紧手机啊就有，电脑顶头嘛有哦。咱的纸本，当然纸本教会就摕得到，所以。除了这以外，咱嘛有真侪这个赖群组、FB 啦吼，即嘛所有的新的这个媒体愈来愈侪，有当咱对比着吼。即嘛讲元宇宙吼，叫做Metaverse 啊，元宇宙。哦，你研究讲元宇宙到底是创啥？元宇宙讲，就系讲你会当该面对面进到一个虚拟的世界吼。啊，最近有人伫讲，有人伫 Metaverse， 伫元宇宙顶头上啦，买土地吼。卖厝，我讲咱来做一个元宇宙的天堂哦。以后你要去天堂先预购，预定那个房子，以后先搞对大家到做伙底下连歌吼，看起来像面对面。因为你即马咱即马用视讯的时，感觉讲哦用 Google Meet 啦，用什么 Zoom 啦吼，还是有距离。元宇宙听讲会当安尼，这隔壁互相交谈哦，总是刚才有一天哦，用 touch 嘛 touch 会到啊，摸的时有感觉也不一定哦。所以即马科技愈来愈进步，总是咱广播社。都要慢慢啊对接吼，总是要接的时阵吼，咱需要啥？需要是经费。当然，更较要紧的啥？需要咱大家来祈祷中来纪念、来关心吼。毋是干来讲经费那呢吼，有当恁的支持啥？包括啥？恁的代祷，甲恁的啥？写文章真要紧。文字时间毋是讲广播社咧做，咱每一个人都有当做文字时间。咱的 Facebook 就是咱的文字时间。你嘛会使投稿来文字来这个。广播社也是讲咱有新书社杂志，有其他的这个文字时间哦，比如说乳酸啦哦等等，这乳酸杂志。所以，我们讲每一个人拢来参与伫中间，互咱的福音会当早日传遍咱的台湾哦，到世界。所以文字时间，亲像耶稣基你医治迄个青眉的人，共款，互咱无法度，互咱袂去变做讲啥心灵的瞎子啊，咱的目睭看会到。所以咱的心青袂去吼，但文字时间，互咱看见每一个世代，拢会当看见上帝的真理。吼，希望大家来关心咱这个文字的时间，会当透过各种的方式传扬上帝的听。咱到来祈祷，陪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为阮赏赐阮文字，互阮会当用文字来传扬你的名。这世界上有侪侪你的萝卜，透过无共款的语言甲文字来见证助你的听，也感动侪侪人成做你的囝儿。伫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阮佫需要较侪款的媒体来扩大传福音的效果。求上帝你感动阮每一个人会当来参与这款的时间。感谢阮无文字的文字，但是阮也咱用各种的方法，用祈祷、用金钱来支持文字时间。求上帝纪念阮手所做的工，将荣耀归予全能的主。阿门。麦克无声，好有吼。他拄仔听到陈教授咧讲吼，我其实我嘛有真大的感触啦吼。我即摆咧教囡仔吼，真正有点半文盲啦吼。因为我伫国小咧教吼，20几年前甲即摆状况真正差真济吼。较早囡仔也爱看册，20几年前我的国语课是10节吼，10节吼，1个礼拜。即摆的国语课是5节吼。所以咱囡仔嘛渐渐袂爱看册吼，拢爱看一寡素食的东西吼。这是一个分享啦吼。所以咱兜若家己有囡仔吼，真正是爱鼓励看册啦吼。第二个分享是新安讲伫做网络版其实我嘛接用吼。有当时咱的新眼光迄本册无炸断去，无炸着吼。临时恁若要看手机还是电脑吼，咱顶悬拢真清楚。伊个分享的文章甲伊个圣经节拢甲你拍好好伫内底吼，咱入去逐工拢会当看到
咱的进度吼，所以嘛，咱若无定心眼讲会晓这，咱嘛会当吼搜寻新眼光伫迄个网站来看吼，这是甲大家做2项的分享。来，咱来金辉用的诗，新圣诗535首，福音正声的大谈，请咱起立来吟全首。福音正声的大谈，传甲情海甲情山，传播地球欢喜消息，白白小事你甲我，上帝将道生行，想使世间万万人。辛苦救助无论啥人，下伫灵源我稳当，福音正是单，传甲情海甲情山，福音正直单，福气互你甲我。福音正声要得等，应该起心细耳听。若无反悔，要伫眼前，阮当拄着大惊险，拄走保全生命，无伫晓伫这所在。无伫外头，无伫看后，行了拄着大灾害。福音正是单，传甲情海甲情山。福音正直单，福气互你甲我。福音正声有地请，咱人应该来就近，无伫体是主的恩赦，无伫看见主的恩，我是我命的病，让此心身的欠亏。做我实地亲像主翁，我的世甲被那些，福音正是单，传甲情海甲情山，福音正直单，福气互你甲我。遐济奉献，作为这事甲属性这事来实现。
是创造天地万物主宰，是阮的阿爸爸上帝，我们会感谢无了你，你互阮行动自由，有自由的思想意义，我们感谢你，我嘛要感谢你，互阮会当明白分离，借着分离读册来增加知识，传福音来改变世界，由主来赐福。那我嘛要用淡薄仔经济。接着来报告，咱来看周报的第3面，先来看今仔日的经文。我读一遍，请兄弟咱做伙来读2遍。独独记才会互恁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信就伫伊的名得着活。约翰福音20章31节，独独记才会互恁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信就伫伊的名得着活。约翰福音20章31节，独独记才会互恁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信就伫伊的名得着活。本周做的表甲事项表，请咱兄弟家己斟酌来看。第4面本会消息。今仔日是文字事工奉献主任广播社派陈金成董事前来请安讲道，请兄弟为着文字事工来关心甲代祷。第2点，咱后礼拜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由妇女团契来担任服侍甲献诗。第3点，4月初3咱要圣礼典，若有兄弟要受洗礼，最慢请伫3月初6进前，林牧师来报名。爱参加基要真理的课程。第4点，咱下一季的新眼光甲教会公布，兄弟若有要新登记的会当去办公厅登记，已经登记过，咱就免阁重复吼。第5点，咱3月20进前，甲各团契各单位的论述表甲聚会表送互干事来编排行事历吼。第6点。咱有服侍的当工，请你将迄个房卡影印用影印本寄互安琪吼，咱会当做备查的动作。第7点，咱奖学金的申请到3月17、6截止吼，请若还未申请的小朋友会当进来申请吼。团契小组的消息，今仔日有聚会的吼，少年团契、青少年团契吼，今仔日拢有聚会吼。四海读经伫拜4开始新的一季，兄弟团契伫3月初5拜6，逐礼拜6的8点吼，拢要做查经。查考的圣经是马可福音。第5点，妇女团契伫3月初6，因要办迎新会，社青嘛是伫3月初6有聚会吼。好，咱关爱协会。的消息咱家己看吼，若准有要来上课的，会记你爱带健保卡啦吼。好，迄个代祷甲关怀的事项，等下请牧师来带咱代祷。教界消息，请咱家己详细看。咱先开周报，同后壁第10页，有顶礼拜的报告，伫遮奉献伫遮报告做领收。11页有正月份的月报表，咱会当详细看。若准有问题，是感觉讲有需要查问的，会当来向我本人来查问。以上。那咱来介绍今日有除了咱的讲员陈金成教授，还有伊的夫人王雪萍咱请伊站起来咱拍拍甲伊欢迎
佫一位新朋友是李丽萍，丽萍姐伊是屏东人，伊今日特别来台中，听讲因一个妹妹生囡仔来斗相共，甲咱做伙来礼拜伫遐，咱拍拍甲伊欢迎，感谢主，咱伫主内拢是一家人，伫上帝恩典中做伙来敬拜，来领受上帝福气。咱即时来看咱的大岛事项，除了为着受战争遭受迫害的这乌克兰百姓祈祷，也为着伫过去75年前台湾的200事件，这对咱的历史人民有意义。所以，望咱毋是只有明仔加一个假，咱望咱会当诚做一个促进和解的使者，推动这个转型的正义，来守护民主的台湾。也伫今仔日下晡2:28，伫台中公园，伫咱的教界消息第1条，咱教社部有举办200纪念礼拜，安排这受难家属，咱来家底来献花来表达咱对因的关心啊。望其实因的伫即个历史资料内底，有完因的爸爸、因的阿公、因的祖先种写做是即个。污名化啦，所以望因会当得到这个历史答案的解密，还原一个清白，还原一个公平正义。所以望这个代志还未完全就是互因平复啦。因即马毋是要追究什么人是凶手，是要将这个名洗除，甚至因的历史、因的资料顶悬，佫是记证是这个叛乱分子的后代。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不公不义的事，望咱会当做伙来关心。咱也看具体大岛的消息，就是真欢喜，穆恩珍妮昨昏伫遮完成这个订婚的礼拜，咱足好的天气，这个日头，然后咱伫遐办音乐会，足侪青年拢来参与，这个是一个大阵仗，咱做伙来出动，做伙来同工是真欢喜的事。今日嘛看到珍妮甲因家长是毋是因请因徛起来，咱拍鼓甲因鼓励，嘛因嘛甲大家支持，多谢大家，真欢喜，真甲咱做伙来这个完成这个订婚的大代志。当然穆恩有讲伊婚假也后2礼拜后佫要请婚假，所以伊伫台积电无法度今日无法度请假，伊今日都去上班所以也为着因2礼拜后3月12日伫台南教会来举行结婚的礼拜，咱为来欢喜来祈祷。咱也为着小慧姐伊这2礼拜拢有进出病院，牧师敲电话伊讲话拢会喘，伊心脏无啥力，所以咱特别为着林淑慧老师来代祷。燕珠姐已经出院真平安，感谢主的看顾，也感谢咱兄弟姊妹的关心。梅娇姐就爱固定1礼拜3天去中山病院做复健，咱也求主保守伊交通出入。好，咱即时牧师邀请咱做伙徛起来，伫主的面前摆列咱的祈祷，用欢喜感谢的心来领受上帝恩典，也为着公报社这个文理福音的事工来祝福台湾正教会。勇敢来传播上帝唯一信息的力量，咱做同心出声来祈祷。慈悲怜悯，满有疼痛，天父上帝，愿感谢你。你赏赐日光，照咱的百姓土地，赏赐春雨润泽土地。你互阮伫台湾这块岛屿安然徛起。主，阮为着乌克兰特别主内兄弟姊妹、宣教师教会的兄弟姊妹同胞来祈祷，求你带领因的苦情，互因早一日恢复平静安稳的生活，互因过阮伫正常日子中，阮通感谢。也纪念苦难中的这个世界，主啊，求你来赏赐你的平安伫遐个家乡中的大人、囡仔困苦流离，
不得已必须离开因的家园的，主啊，求你怜悯因。主，阮也要为着228纪念礼拜，伫今仔日下晡来举行。主，你帮助阮会当看见迄个历史的意义，学着迄个教训，互阮知影怎样将台湾带到一个新主你所欢喜的国度。主，阮也恳求你显明你的公义心意，也保守阮伫每一天，甲主你同行过敬虔的日子，也保守珍妮、穆恩，因要进入到婚姻的中间，组成新的家庭。主啊，你的听恩典满满，福气甲因三甲同在，也保守苏慧老师燕珠姐、梅娇姐、吴妈妈，因的身体欠安，需要主你的疼痛，需要主你的医治，愿主你恩典满满甲因同在，也保守教会公报社对甘为林牧师、对巴克的牧师，因过去才会付出也好的种子，但愿要看见结搁较好水的果子，来荣耀上帝你的圣名。也帮助阮运用阮手头或者的工具、文字，也是更新，阮会当去分享，将主你的听，将主你的恩典、奇妙的作为，甲阮身躯边的人三甲来分享。愿主你的恩典、福音广传伫台湾每一个需要的所在。愿为着今仔日阮的领袖阮的需要，摆列阮的祈祷伫你的面前，愿你欢喜感乐。也照你的心意来做成，愿咱的当心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和咱彼此来请安，愿主的听充满在座。这边。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搁一届来，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咱来吟每遍的诗，新圣诗396首，搭尾线会求主赐福。搭尾线会求主赐福，祝我心中上快乐，大家
愿恩典无限的主，甲恁众人三甲伫地；愿至圣上帝恩典关联，甲恁三甲伫地；愿圣神上帝感动引带，也甲恁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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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济要倒闭会。